继续来到高雄的茶山，最近有一只长手的台湾山猴，予人破红擦。山猴的专家讲，这举动已经对山猴造成伤害。讲这款的行为，若查证属实，将会罚款5000到1万块。伫咧茶山民众翕到这只捡破红擦长掌的高山仔，伫咧树仔顶行来行去，敢若真着急。伊规身躯大面积的红擦，看得出伊做想要给撸掉的。拔他的被抛弃的部分，因为那个漆硬掉之后，对他来说其实很不舒适，然后他很焦虑。高山仔专家讲，去年1月，台湾狗为保育率降到一般野生动物了后，全台湾各地饲狗的案件愈来愈多。今晚才就通报，全台湾有62件饲狗，以高雄市数量上多。是带在身上那种饲养的，然后甚至是小幼猴就带出去逛街，这种状况变得非常非常频繁。无偌久之前，高雄市一间国小，一只熊发现有高山仔走入去学校内底，互大家无因试伫咧掠狗。跑了。高雄市农业局统计，去年初到即马饲狗的通报有10件，采用狗的通报有12件，拢总调查到8只狗。是像用气弹枪打，所以它身上会有一些漆的颜色。那另外的话，毒杀的话，其实从2014年到目前为止，都零零星星都会有一些毒杀的状况。农业局讲，甲狗破擦，这伤害行为会当以违反野生动物管理处理条例，罚5000到1万。呼吁民众爱保护野生动物，莫甲因饲，避免互狗受到愈侪伤害。